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南韩少女李泰妍打死人的事件，目前已经有154个人死亡，其中包括14个国家、20来个外国人。警方表示讲有37个人重伤，死亡的人数有可能会搁再增加。高中方志国甲有真侪国家的领袖，嘛拢表示哀悼。这湖南人伫首尔街社区服务中心通报失踪的时阵，一直好，一伫医院向昏倒。30位透早5点半开始，这主要联络办公室备帮，每点钟更新1摆失踪通报，已经有数千件。 전 과학자에서 못 찾았어요. 아까 명단 확인하셨어요? 확인했어요. 없는 실종수는 없어요. 가볼까? 李泰妍至到近期差不多10万人严重爆发烧热事故，目前在调查，暗过官方依然无清楚原因。 일단 약한 사람들이 다 돌아다니니까 일반 시민들이랑 많이 싸우게 되고 그렇게 되면서 이제 다치고 그러는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경찰서도 아까 되게 붐볐고요. 代志发生了，一直有遗体送出来，加罗世界拢有人咧做 CPR， 也有真侪亲人朋友失联，为什么进行这么失控咧？家属真伤心，也要找找解答。根据韩联社报道，历来外国人有来自伊朗、俄罗斯甲中国。 There's so many people.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10 people? And I had to like turn around and I told the crowd, you can't come this way. People are dying. It took so long for emergency services to arrive. 总统尹锡悦宣布暂过紧急哀悼期，各种李泰妍指定做灾区。 정부는 오늘부터 사고 수습이 일단락될 때까지 국가 애도 기간으로 정하고 국정의 최우선 순위를 본건 사고의 수습과 후속 조치에 두겠습니다. 高中方志国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真侪个领袖拢表示哀悼。万圣节伫南韩毋是传统节日，大部分的人真少去。只是这几年来伫酒吧甲俱乐部的化妆舞会真受欢迎。去求人员指出，即摆收入意外，真侪死者大部分是无开造成外伤性、心脏停气甲扩散素。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来看今年的10月初，伫印尼有一场卡球比赛，因为冲突暴动，造成上百个人互打死意外。伫1993年的元旦，香港的兰桂坊民众因为庆祝新年嘛发生意外。香港的兰桂坊拢是一间一间的酒吧，所在真细，甲即届南韩的状况是真相像。另外有一寡宗教活动哦，亲像伫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佮有甘宝济金边，嘛拢捌发生过即款严重死伤的不幸事件。 街路上，医护人员一直替人急救，并且赶紧送病院。已经接1993年元旦时阵，香港兰桂坊发生人打人的事件，伫2万多人的现场造成21人死亡，63人受伤。有相关是欢庆场合，相反有车坡，也佮有真话路段。所以讲，这个事件伫南韩的梨泰院人打人意外了后，伊佫被提出来讨論。相关的事件，几10年来不断的发生。2019年11月，甘宝济民众庆祝年度送水节，不过连接金边甲泉州岛的桥海震动，引发惊吓甲人打人的事件，至少造成350人死亡。回顾1990年到即阵，全球总计有13严重的人打人意外，其中1990年发生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事故，有超过2000人来死亡。 2019年，德国杜伊斯堡举办电子音乐节爱大游行，当时一批要赶往现场的民众，甲准备要登去厝的人，徛伫个棚内底，造成人打人的事件，造成侪人死伤，也互这场活动永久来停办。另外，在2013年，匈牙海湾科特迪瓦，也佮印度也拢发生事故，造成侪人死伤。要2015年麦加举行的年度调整期间，因为人伤多伤亏，发生人打人事件。官方说明有700多人死亡，不过甲其他国家统计超过2000人死亡的数字是差真多。伊伫今年10月初，印尼一场卡球赛，因为球员爆发冲突，引发球场暴乱，最后真侪大型人打人的事故现场，甚至有125人死亡。种种事故，互原本充满节庆也是欢乐气氛的场合打上阴影，更加造成未少家庭的伤痛甲永远的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际上的意外不断，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有一座历史真久的桥，经受半冬，顶礼拜才重新对外开放通行，可能是因为未堪这载上过冬，将这座桥竟然放弃。国共媒体指出讲，目前至少造成91人死亡，人数恐惊阁会继续增加。
民众掠安倒去球的残骸唔放，会收罪人想要收回去，研究一个是一个。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个红半年球，顶礼拜拄修好，搁重新对外开放，想要到30乡放落去，球顶500多人对咧斗阵射入去河底。 दीपावली की छुट्टी हुई थी बच्चों लोगों के और जो भी घूमने के लिए यहाँ पर आए हुए थे सभी एक के ऊपर एक थोड़ा पुल के अंदर ज़्यादा लोग होने की वजह से टूटने की वजह से ये घटना हुई है। 拄到当地节庆人真济，好亲像球负载上过重，230公尺长的球身，登去沉伫河内底，村的球体，正做幸存者救命稻草，拼命围伫个90度的球体向顶翻飞。现场人表示，有未少的囡仔，救援工作一直进行，官员也证实，伤亡人数会增加。आज शाम को 6:40 को हादसा हुआ और वो पुल टूट पड़ा, तो जो सैलानी थे वो कुछ लोग घायल हुए, कुछ लोग पानी में गिर पड़े और तुरंत ही हमने बचाव कार्य की शुरुआत की है और हॉस्पिटल में भी घायल लोगों को पहुंचाया। 印度总理莫迪也多伫古吉拉特邦顺其3天，将阿条消息了后表示哀悼，高指示全力救灾，为死者提供20万卢比的慰问金。另外，也已经成立特别小组，针对这场意外进行调查，了解为什么多修好无偌久的桥会去放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影响，今仔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今仔早起嘛将对湘北市、佮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轻度风台内阁已经移动到南海地区，嘛已经离开台湾的附近。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佮东北部的天气拢变较较凉冷，上低温只有20度。北部、东部地区佮恒春半岛会落大雨。湿湿冷冷的天气，就爱等拜三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才会较稳定，温度嘛会回升。也毋过拜五开始又搁要变天咯，所以当讲规礼拜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观众朋友出门就爱加穿一领外套，嘛爱记得炸雨伞。再来看最近伫国外网站有一个骇客，咧卖台湾的大约20万笔个人的资料，拢集中伫宜兰地区，各有县长林祖标的资料。来进一步判断这份资料应该毋是对户政系统流出去的。有专家是认为讲，因为有兵役的资料，有可能是户政系统甲其他系统伫连线的过程资料互偷摕走。 科技愈来愈发达，政府部门公司拢会将民众资料建立在电脑或者是网络数据库当中。不过最近却传出台湾户政系统好亲像互人侵入，这骇客之一伫国外论坛发文卖台湾户政数据，佫释出其中20万笔，差不多拢来自宜兰。林县长林祖标顶南告诉也伫内底。中央的记录啊，咱嘛，啊，咱那个中央公司各自要保密啊。现行户政资讯系统由内政部掌管，为了确保资讯安全。 采内外网实体隔离架构，资料都妥善的保存在内网中，而且设有资讯安全监控中心，24小时即时监控。宜兰县府赶紧甲内政部确认问题出伫倒位，内政部回应论坛提供的个资甲户政资料差真济，应该毋是为户政系统设立。不过，资安专家推测，顶源有户政才有的兵役资料，可能是户政系统甲其他系统串接的时阵外泄。应该是。 跟某个系统在做串接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漏洞，那以至于说资料被外接出去，显现到说我们国家另外的一个问题，很多治安委外的厂商来讲，资讯安全就没有那么样子的重视。 资安专家表示，台湾地资安落实爱去加强，亲像保存各单位调资料记录，定出各行业的资安守则甲罚金。若无发生资安事故，所发袂到收拾单位，都会互公单位或者是私人企业对个资外泄无要报警。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最近伫网络传出讲，中国河南的定州鸿海集团富士康的厂区因为疫情关厂，有员工行路要返去故乡的影片。也毋过鸿海当时声明表示讲，疫情已经受到控制，将对想要返乡的员工买来帮因做安排。公司卖协调其他工厂的员工来支援，减少对生产线的影响。 来看《自由时报》财团法人金融联合电信中心
统计，国内民众有超过155万人利用信用卡办贷款的借钱，这个数字嘛创下历史的新高。嘛发现讲有诈骗集团利用代办来骗钱。今年1月到10月23，这款诈骗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就增加将近8成。再看《中国时报》，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今仔开始审查国防预算。之前有不少立委关心讲军国无法度准时交会的问题，有立委就指出讲，美国为咱的反增加飞弹，今年本地爱交460粒，也毋过目前一粒拢无交互咱。400粒的标称飞弹嘛拢无交会哦，拢爱等下明年甲后年一档才会当交200粒。再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增加31500例本土病例，有218例中重症，70来人死亡，疫情是继续的长河。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玲祥是表示讲，专家小组这几天就会来开会，按算为着病要隔离7天这嘛要缩短，只需要隔离5天嘛来讨论讲放任挂喙暗的规定。连续4天病例数无到40头。新冠本土疫情3周增加31500例本土病例，有原以新北市5000例上济，中重症有218例，死亡有76例，大部分有慢性病史。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减少986例，减少约3%，较上周日少3822例，减少10.8%。另外，外界关心国产高端疫苗保护效益报告报件期限到这个月底，若无紧急使用授权 UA 会被废止。卫福部长许瑞元已经正式收到资料，目前有关咧检查资料完整性，佮安排专家审查，因为有立委质疑高端的审查结果可能拖到选举过后。许瑞元强调，未拖到选举了后才出来。以它的量来看的话，可能不会啦，但是还是审查还是需要时间啦。这个跟选举不应该去挂钩啦，就是按照这一个时程来进行会是比较好。因为本土疫情连续3礼拜下降，钟仁祥透露，专家小组会伫这礼拜佫一摆开会讨论减低确诊隔离指数的可能。大方向是将即马隔离7天减少做5天，所以暗令也伫11月开始讨论放任措施，规范室内甲户外分阶段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台北市产业总工会办一场台北市长候选人劳动政见的发表会，黄珊珊是强调讲，未来互劳工会当参与选劳动局长的过程。蒋万安甲陈市长拢表示讲，要来解决外送平台劳资甲消费的争议。台北市长向来做劳动政见，先来讲，30日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甲环保局工会邀请目前民调3卡都的市长候选人发表劳动政见，就算讲雨落真大，现场也是有几来千个劳工徛出来监督候选人的政见。劳工当家作主，劳工当家作主，市政斗争监督，市政斗争监督。工会提出真侪诉求，包括加强头家的劳动教育、补充市府的人力需求、修正劳工权益基金资治条例、提升基层清洁队员的福利等等。除了这些诉求，各候选人嘛提出因家己特别的政见。有党籍黄珊珊话讲，要互劳工参与决定劳动局长的过程。我来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对于劳工局长，我会跟大家商量，我也会经过各种的协商。我们采取一个遴选的制度，选出一个最适任的劳动局长，好吗？国民党蒋万安甲民进党陈时中是拢点出外送平台劳资甲消费争议的问题，希望加强业者、店头、消费者甲外送员的协商机制。我会促进平台、外送员、店家以及消费者协商，而且契约对当事人要充分的揭露、公开透明。健全外送市场定价的功能，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政府要出来协调，让它合理化来，让它的一个价格或它合约要透明化来，让它计价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外送的制度，才能在社会里面做得越来越好。3个候选人拢伫台顶签承诺书，工会表示会用这个承诺书的内容监督未来市长的施政。记者林书小桂林台北报道。
南韩的以外，嘛，互各县市即马将对年底圣诞节跨年活动，配是放甲真暗哦，真紧张。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强调讲安全第一。针对外界真烦恼讲台北市的大巨蛋未来的安全问题，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德强调讲，拢有标准的处理流程，伊对大巨蛋的安全有信心。新北欢乐耶诞城每年拢请不少人来参加，今年要伫11月11开幕，一直到明年1月初2才会结束。不过韩国都发生互相打来打去的意外，民众关心新北市府针对耶诞城活动是毋是做好人流隐形措施。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无安全就无一切。从警力的分布，在哪一个角落里面，如何把安全做到位，甚至包括交通的疏导。以及在沿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继续迷于守护市民到欢乐耶诞城的安全。大型活动疏散人流控管真重要，台北大巨蛋的安全审查问题也一直受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拢有标准的 SOP， 伊对大巨蛋有信心。一开始绝对不可以做那个最大规模，一定要压力测试，一步一步上来。这个标准 SOP 的，有信心吗？有啦，大巨蛋，我是有信心的。那第一高雄的大型活动人流安全安怎做呢？市长陈其迈讲，会成立前进指挥所，超过一定人数对禁止禁止。都会成立前进指挥所哦。那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说一般的这个交管维安之外，那其他就是在于整个人流的掌控哦。台中每年都会办大型活动，亲像大甲马出巡，也有带结束的爵士音乐节。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拢要求市府各局处爱细致规划。我也特别交代我们的公安警政、消防等等相关的系统对于大型的这些活动的安全性，也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罗秀燕表示，因为过去疫情，民众2年拢播出来，慢慢解封了后，民众拢加速互我参加各种大型活动。不过因为人多，就可能发生公安意外，呼吁民众加速互我一起设置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亿200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5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当昨是拢总增加31547例，目前嘛已经超过700万例。日本超过2200万例，韩国嘛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9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嘛超过3600万例咯，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再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上新的情况哦。罗西亚伫克里米亚海军的乌海舰队基地，昨因为无人机的攻击，有军舰受到破坏。罗西亚真不满地宣布讲，要暂停粮食出口的协议。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罗西亚各方面来停止协议，是故意要制造饥荒。画面内底当看到乌暗暝内底熊熊有强烈的白光闪过了后，就是一片火光。高技术海上的船只和轻机攻击的画面，这是社群网站推特评定过去24点钟流传的画面。迄是俄罗斯伫克里米亚的海军乌海舰队基地遇到无人机攻击，造成真侪军舰受损。综合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的最后无人机，军中俄军的军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和俄罗斯真不满，宣布暂停执行粮食甲谷物的出口协定。为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单方面停止协议。Зараз потрібна жорстка міжнародна реакція, як на рівні ООН, так і на інших рівнях, зокрема і на рівні Великої Двадцятки. Як Росія може бути серед інших в G20, якщо вона свідомо працює на голод на кількох континентах, це нонсенс. Росії не місце в двадцятці.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为29日透早4点半开始，乌克兰开始对乌海舰队发动至少5点钟的攻击，期间有几只俄军的军舰互崩掉。不过乌克兰的媒体说讲，这是俄罗斯的乌海舰队在处理爆炸位时阵发生状况，才会予塞瓦斯托波尔湾的4只军舰发生爆炸。另外，俄军29日指控进前互炸掉的欧洲北溪天然气管线是英国做的。 По имеющейс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анног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МС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в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акта в Балтийском море 26 сентября сего года по подрыву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1» и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2». 为此，俄罗斯要求英国赔偿，说服英国拒绝批评这是假消息。技术是因为俄军战术失利要转移焦点。即马俄罗斯已经表示暂时结束动员令，现在是丁家的30万人内底有82000人，如果会送去乌克兰的战场，剩下20多万人有愿爱接受训练。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非洲的更国民主共和国，昨有一个歌手伊普帕伫首都的体育场开演唱会，嘛发生人打人的意外，计共是造成11人死亡，其中有2个警察。再来看那个风台昨扫过菲律宾，雨势正大，造成当地做大水，嘛发生土石流，有48人不幸死亡，阁有22人失踪。南部一个山区传出讲有100间的厝户土石冲走，目前是搁在找失踪的民众。再来看巴西总统大选哦，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要竞选连任，也毋过对上前总统达西尔瓦又搁出来选，目前选票已经开超过99%了。前总统达西尔瓦以无够2趴的票数打败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也毋过哦，目前波索纳罗阁还未宣布讲伊家己选输。再来看金门大桥去12档，昨正式通车了。这是咱国内上大的跨海大桥，施工的过程哦是有真侪困难，也毋过以后民众往来大金门、小金门，除了坐船哦，阁会当塞车咯。当地居民抢咧翕相，录一个期待这一刻。金门大桥正式通车。现场拢真欢喜，因为连接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30正式通车，金门的人大家拢笑稳稳，因为等这个桥完工真是等足久的。要办什么事情，一下去一下回来啊，不要等船啊。最起码我们大小金门的百姓的交通很便利啊。5.4公里长的金门大桥，为起甲完工将近30年，经过5任馆长，阁换3间承包商，一度因讲是铺设连连，真无简单。动工了后，想要到一起，阁是12年。往返大小金门原本甲人靠坐船半点钟一班，一抓差不多15到20分钟，也佫可能因为海上这因素停驶。有这大桥了后，无过只有坐船这个选择，后摆塞车研究会大大提升当地交通便利性。我们烈屿的乡亲们，此刻开始，在紧急的医疗不需要再看天后，将迎来全速发展的全新的阶段。除了金门县长杨定娥，包含行政院副院长沈正珍、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前总统马英九等人，拢亲身到场见证。这个桥承载金门人的期待，不止解决当地人的不方便，也希望为观光甲经济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开9000多万打造的马卡龙公园已经启用，也毋过打伤停车较无10日头的所在哦，互民众是真失望。公园的本身，佮有附近的交通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礼拜一透早，公园内底就满满拢是家长甲囡仔，这是拄啊较启用一天的台中太平马卡龙公园。不管是原在公车的出流笼，也是八关八架设施，每一项游具拢必须要排队。袂少家长是为外地带囡仔来遮抢先体验，但是拄啊要行入公园，人行道顶悬就有袂少摊贩，甚至有摊贩直接进入公园来摆搭。可能就是要规定好吧，如果真的有需要设摊贩的话，对啊，就是对啊，垃圾不要乱丢之类的。马卡龙公园的精神是本色掩埋场，台中市府开9200万来改造成特色的公园，占地3.15公顷。但是除了摊贩的问题，也有民众认为公园停车位不足，附近的交通容易拍角等问题需要改善。不过上侪家长提出的，就是公园内底会使假日的所在实在是伤少，有点晒，确实有点晒，因为小朋友在玩，我们在旁边等，确实还蛮晒的。好像修给家长休息或遮阴的地方就比较少一些。目前园区内既有的树木、移植大树跟新植的树木呢，我们会持续加强养护。除了台中新的公园被点出问题，森林倒落开8200万整修的碰刺森林公园，
有民众认为公园的便所设计不当，不管是查甫也是查某便所，拢有可能让人为外口就看了了。这是在收尾阶段啊，厕所的一些门嘛，还有木栈道，还有一些植栽，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收尾，把它做竣工。斗六市公所解说，改善工程还未完全结束，目前也搁咧收尾的阶段。因为无安全的疑虑，所以才会甲位移拆掉，互民众先体验使用。后壁完工了后，就会使片面为外口会使开看便所的内部。记者台中云林综合报道。台南麻豆派出所昨有民众报案有一个孙仔有装监视器，伊发现讲阿嬷倒伫眠床边，伊拜托警察去看卖的，警察嘛赶紧叫救护车甲阿嬷送病院。你跋倒遐？有安那无？警方到麻豆一个面体，赶紧入去富人人的房间内底，发现一个将近80岁老大人倒伫涂骹，无法度起来。你敢有受伤？叫护车来看一下。你头拄有敲电话，互恁兜的人遐？变哪拍电话？无啊，因哪会知看监视器遐？你有？麻豆分局警方自9:11点左右接到民众报案，讲是伫个监视器发现一个人伫个厝的阿嬷倒伫个床边被挡起来，不过加上一时间无法度赶转去，只好请警方协助。到现场发现伊倒伫个眠床边，好佳在意识清楚，通报119协助送医。分所民警立即赶往上述地点，发现邱姓老妇人倒卧床边无法起身，救护人员到场协助送往医院检查。麻豆警方除了表扬本案员警警察处理以外，也呼吁厝内底有老大人行动不方便，要加注意。这案件伫厝内底装监视器，也是真好的辅助方式，减少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臭青仔这款外来种的树啊，伫16世纪荷兰人家引进台湾，用来做饲料抓糉。也毋过这款树啊有毒，卖造成原生种的食物袂当生炭。屏东的林管处最近就办一个展览，要互民众来了解臭青仔的危害，嘛呼吁移除臭青仔的重要。臭青仔这种外来种树丛伫恒春半岛炭角较严重，当地艺术家杨宗芬就甲臭青仔摕来做乐琴，为着要互民众了解讲政府伫咧甲臭青仔撤掉了后，这个茶拢用伫什么所在，就伫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游客中心办一个臭青仔搁利用的展览。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去化的一个部分，有跟一些民间团体合作，所以也有跟屏科大的就是木社系这边做一个合作，然后就是可能开发一些就是银合欢的猫砂，或者是银合欢的生殖颗粒。那个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鼓励，就是私有地上面有的银合欢能够就是去化这一些就是银合欢的材料，然后让这个土地恢复原本的利用。臭青仔上早是16世纪予荷兰人引进台湾的，原底是用来做饲料、抓糉、香茶等等。但是这种外来种唔但足够炭，树根阁会排出见小草素这种毒素，互台湾在种的食物袂当生炭，破坏咱的生态环境。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热带季风林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面貌，但是却被这种外来入侵植物银合欢所取代。那因为一般的民众其实对于这种绿色的植物，它很难去区分所谓的外来入侵，或者是说是我们的原生树种，都觉得树很绿就很漂亮，而且它还会开花，还会结果。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特展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协力来了解这个物种。其实公有地一直拢有咧做臭青仔，不过私有地地主因为臭树对因来讲袂趁钱，就较无积极咧做。所以林管处希望透过臭青仔木工成品，互地主知影讲这个茶有卖去市场的价值，增加臭树的意愿。嘛希望会当传达环境永续的理念，互咱台湾在种的树丛花草通恢复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甲战争严重影响到咱台湾兰花的出口，所以屏东潮州有业者就拍拼来开发国内的市场。最近应该说兰花自动贩卖机，互民众方便买花。自动贩卖机卖毋是饮料甲四手啊，竟然是卖兰花。这是屏东潮州卖兰花业者行销的新步，要互兰花更较普遍出现伫日常当中。台湾的兰花用过拢是销去国外较济，不过业者表示，因为疫情甲战争的关系，最近出口的销量拉真济。近几年，整个兰花产业其实在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后续的战争每况愈下。
那我们同期台湾出口包括荷兰，其实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掉了70%，日本也掉了大概30%。那美国最近也在调整订单，预估也掉了20%左右。业者甲销路转转来国内，希望扩大国内的市场。因安尼也拍拼咧开发蓝花的相关产品，做盆栽礼盒。尤其最近搁设蓝花贩卖机，解决冷藏保存的技术问题，互火冷气的速度搁较慢。毕竟呢，台湾在兰花这个部分，消费上并不如欧美的来得踊跃。业者希望讲，透过无人商店贩卖机的方式，互兰花搁较接地日常使用。除了送礼物、看病、祝福别人，也会使随时买着兰花来增塔环境，歌舞生活的每一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有一间幼儿园哦，因正认真咧推广台语，伫上课甲日常的生活拢用台语，打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内容，嘛甲因的经验分享予其他嘛对于推广保语有心的老师甲团体。唱台语歌谣，幼儿园的囡仔真做导览员，介绍学校的特色甲家己的生活。嘉义市富国幼儿园28载时，有来自全国100多位幼教单位的代表来这了解幼儿台语浸水式的教学成果。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全国的幼儿园，然后老师在执行课程的时候，可以使用我们的闽南语。参加这个课程了后，因发现讲哦，有足侪所在会使大家了解啊，所以我嘛利用这个机会，互囡仔来介绍，用闽南语来介绍来了解吼，咱这个无做的建筑。富国幼儿园甲生活课程甲台语协作伙，培养幼儿班甲小班的囡仔，正做台语推广的宗旨。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教授就指出，家长对母语的观念是推广幼儿台语一项正重要的代志。按足个家长嘛是概念无介好，阮定拄着，应该会甲学校啦幼儿园反映，叫伊莫教台语。是目前是这个部分，阮感觉较困扰。这是美雅吃凉面，这是阿婆整饭，这是龟龟辣婆。富国幼儿园嘛表示，幼儿时期是合适语言的关键期。浸水式的台语教学课程，重点除了爱互台语甲生活结合，家长的支持，才会当互囡仔伫无负担的环境之下，惯习来讲台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最近有一出以女性政治受难者讲出火烧岛故事的电影《老满9 15号》，已经伫电影院放送了。但金坡文化基金会嘛连续4天包场，佮邀请导演来甲现场的观众做伙分享，咱做伙来看卖。其实所有人都是人，大家都是这个一个不义体制底下的受害者。来到嘉义参民众分享电影精神的流氓9 15号导演周美玲，讲出这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态度。现场民众嘛，真是真向导演来分享电影看了的想法。那我自己认为说，在任何恶劣的那个场域，就是历史背景的时候，那个最基础的人性跟爱还是存在的。会蛮沉重的，就是每个人他们都是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跟意识，那他们就是刚好那个时代的专权体制下，让他们不可以拥有这个思想，然后才让他们受到比较残忍的对待。流氓9 15号是咧讲1950年关于火烧岛的女性政治受难者的故事。这出电影28开始伫电影院放送。丹丁堡文化基金会邀请嘉义几间独立册店，连续举办4天的电影包场活动。嘉义遮足侪独立册店，遮个好朋友，其实讲起来吼，因遮长久以来拢足支持咱台湾电影、台湾的本土文化。这是我参加的第1场的映后 Q&A 映后的座谈。哦。加在我来到嘉义，因为嘉义的观众拢足专业的，而且足有民主意识的，来遮甲大家做伙看电影，感觉特别的感动。丹丁堡文化基金会表示，这出电影毋但有28的历史，主角因坚强的精神，嘛是互人感动的所在。希望会当互看的人感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可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日本的太空中心甲美国 NASA 做伙主办的国际太空站起步机器人天书设计挑战赛，台湾台海学生团队打败日本、美国等9个国家的队伍，摕到冠军哦，实在是真无简单。咱做伙来看卖。希望라나ツボ希望 and Robology Awesome Aliens from Taiwan. Congratulations! 画面上大家热热拍扑啊，代表台湾参加第3届国际太空站起步机器人定式设计挑战赛学生团队，打败日本、美国等9国队伍，得到冠军。名次公布的时候，就还是会紧张，因为毕竟我们速度比较慢，那最后拿到第1名，当然是蛮开心的。由日本JAXA甲美国 NASA 主办的竞赛是假设起步太空舱和太空碎片弄掉造成气体外泄，选手要编写定式，和机器人去定点处理。过程勘测路径、多项辨识甲姿态控制等专业设计。在太空站上，我们没有任何提前测试的机会。微小的气流扰动啊，或者是一些在模拟器里运算上很美好，但是在现实里它可能还是毕竟会有的一些控制器的误差，或者是量测的误差之类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之所以会拖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城市里面有不少的地方是在做确保。因为地区有在使用无机器，决赛是将定式传送到国际太空站进行，机器人弄条边，或者是超过5分钟无完成任务，拢算失败，所以困难度比在地面要更加高。一次机会而已，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去追求安全性跟准度。那时间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放到比较后面。All of these events will give you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How the robot system work in space, how difficult it is. And also, how the real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比赛结束了后，太空中心也颁奖肯定学生的表现，佮鼓励大家研究实作，来强化科学、工程等各项技能，培养更较侪优秀的太空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罗西亚宣布成功试射空军甲海军的超高音速旋翼飞弹。美国嘛决定讲要甲超高音速旋翼飞弹实际应用伫战场哦。罗西亚甲美国的军事武器的比拼是愈来愈激烈。所谓的超高音速是空气动力学的定义。简单来讲，就是速度超过音速5倍，或者是讲速度伫咧5马赫以上。如果是长程大陆飞弹伫咧大气层外口的路线，因为无空气的摩擦，要达到超高音速是较简单。不过旋翼飞弹是伫咧相对较低大气层内面飞，超高音速一定会造成正大的空气摩擦，所以要让飞弹伫咧飞到半路的时阵随弯随发，这个技术无遐简单。这是2016年美国伫咧澳洲进行的冲压喷射引领试验，是美国第一遍伫咧海外进行这种试验，也互美国感觉伫研发设施的欠缺，造成冲压引领研发落后予中国甲俄罗斯等主要对手，特别是俄罗斯。除了空中发射 KH-90，也有自海面上发射编号3M-22的过桥飞弹。Достаточно упомянуть новейшие, не имеющие аналогов в мире гиперзвуковые ракет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Циркон», для которы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еград. Уважаемые товарищи, их поставка в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начнется в ближайшие месяцы. 美国本来有3间军火商参加竞标，对后要得标的瑞信科技，一个军用航太业者洛克希德马丁加诺斯洛普集团。除了超过5马赫的速度，美军新型的超高音速飞弹，甲准备要加入服役的次音速飞弹 AGM-1584同款，拢是所谓的视觉化武器，也就是会当伫咧敌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发动攻击，伫咧飞行过程一个人射过敌军雷达搜索的范围。美国一寡专家本来对俄罗斯发展的超高音速飞弹认为无路用，不过对美军加紧攻雷武器的研发甲部署来看。我甲大佬对俄罗斯所讲，以战机甲军舰做便带超高音速飞弹已经开始量产服役，是将严肃伫咧看待美国可能落后的状况。公司新闻是嘉林编辑。来看即摆疫情转好，全球的观光哦又搁动起来咯。咱来看土耳其哦，最近就推出观光兼做喙齿美容的行程，也毋过有人就发现讲，当地气候诊所水准是天差地。有的人贪小哦，喙齿无变白变水哦，颠倒是白了了。真侪人走来土耳其观光，是因为这的风景真水，
但是有愈来愈侪外国人来土耳其，一面观光，一面阁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甲因的喙齿创较水的。根据土耳其艺术协会的统计，每天拢有15万至25万的外国观光客来土耳其做喙齿方面的美容。因为甲美国也是欧洲真侪国家比起来，土耳其的喙齿美容价小价真俗，但是技术阁袂歹。亲像英国一个伫网络真出名的网客 Katy Price， 伊特别走来土耳其做一种甲家己原本的喙齿拢磨掉，才阁到一个加悬起嚟的美容手术。因为看起来效果真好，吸引阁较侪人想要来土耳其做这种手术。但是大部分来土耳其观光兼创喙齿的人，拢是透过旅行社处理。旅行社合作的牙医诊所品质有好有歹，若是去拄到无好的诊所，下场就会真凄惨。一个为英国去土耳其的太太，原本只是想要整5颗喙齿，结果煞变做一场恐怖的噩梦。And they're telling me that now we have to remove all your teeth because you have deteriorated so much in the last 4 months. And we need to do 16 implants. I had gaps underneath my gum, like big gaps here where they just put like a rubber thing and covered it,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metal bits as well when you lift it because it was done so badly. 这个太太讲，伊即摆因为牙槽发炎，定定拢会足痛的，唔知影刷落来爱开偌济钱处理，佮无一定处理会好。因为最近愈来愈侪外国人拄到类似的情形，土耳其正牌的齿科医生提醒大家，创喙齿千万唔通贪俗。They go for the cheap dentists. Then afterwards, after 2 or 3 years, when the cheap materials of Chinese materials used in dentistry, they start having problems. 其实真侪喙齿美容的手术拢有风险，一定爱较谨慎的，才袂原本爱水，佮想要省钱，最后变做加开钱，佮加受苦。记者甘会恁编译。全球能源的价小大起哦，欧洲的餐厅为着要省电钱甲加速钱是真伤脑筋。咱来看比利时有一间餐厅，就举办无电无加速活动哦，互人客7点6折来食饭。另外，伫意大利嘛有总铺师哦，用滚水要甲意大利的面浸甲熟哦，虽然是真省加速，也毋过人客感觉哦，食起来拢走味咯。伫餐厅内面点蜡烛仔火食料理，看起来感觉气氛非常好。但是对餐厅的头家来讲，这其实是非常无奈的代志。这间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餐厅最近推出特别的活动，互人客若亲像古早时代的野人伫山洞内面食物件同款。规间餐厅暗蒙蒙，电火拢关掉，干那点蜡烛仔火。而且菜单顶头所有的料理拢无使用到加速来煮，只有用火小可烘一个尔，啊无就是冷冷会当生食的日本料理。餐厅的头家讲，因为即马电费加加速费实在是太贵啊，所以因才会想出这个活动，互人客体验看卖。餐厅若是无钱付电费加加速费，伫这种情形下经营会变做什么款 ？Sans l'énergie, ben en fait non. Donc il faut réfléchir un peu plus et que la société se rende compte de la situation critique qu'on est en train de vivre. 餐厅的头家讲，能源的费用一直起，因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餐厅的价小对得起。啊，无就真正必须要转型，变做像即款无电无加速的餐厅，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落去。另外，伫个意大利，大家拢知影，意大利人对因家己的料理真骄傲，真有自信。但是最近有一个煮意大利面的新方法，却引起真大的争议。意大利首都罗马一间真出名餐厅的师傅，为着要省加速的费用，煮意大利面的时阵，水一滚就随甲加速关掉。Cuoce da sola sì, perché quando arriva 100 gradi spegne, dopo mette la pasta per cuocere, si cuoce. 但是真侪人拢无赞成用这种方法来煮意大利面。有一个退休的餐厅师傅，就亲身试验看卖，有用火甲无用火来甲意大利面煮到熟，食起来有啥物无同？ No, intanto il risultato non può essere lo stesso perché noi mettiamo a macerare la pasta, non a cuocere. 这个退休的师傅讲，用烧水泡甲熟的意大利面，食起来甜甜，口味完全无同。虽然即马大部分的意大利餐厅也是会用过去的方法来煮面，但是因为意大利最近的加速费已经是去年的7倍，用这种新的方法来煮意大利面，会当省差不多1半的加速费用。所以为着省钱，无法度阁继续坚持传统口味的意大利餐厅，恐惊会愈来愈多。记者甘会恁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